欢迎收听3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2章6到10节，士师记的2章6到10节。而在今天呢，我们要祷告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10章17节。这里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领受从基督来的话语，也就是救恩的话语，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士师记的2章6到10节，让我们看见知道上帝是如此的重要。这里仿佛是一个分水岭，士师记的黑暗混乱，离弃上帝，违背上帝的心意，随从异教，迦南地信仰，就是从不知道开始。约书亚和他那个世代认识上帝，经历上帝行的一切事的人过世之后，下个世代却不知道上帝的作为，却不知道上帝对他们美好的心意。是真的不知道吗？什么原因他们不知道呢？在今天 RPG 的祷告经文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着有人告诉他，所以他会相信。因着有基督的话语，所以我们能够告诉别人，使他相信。在这里讲到的，不仅是认识上帝，更讲到的是传讲上帝的话给下一个世代的人，听到、信到，并且行道。在士师记里面，我们见证了在一个不知道上帝话语的世代所产生的一个负面的循环。然而在这个负面的循环当中，上帝仍然与以色列人同在。可是怎么说他们是负面的循环呢？因为他好像没有出路哦。就是当他们任意按着自己想要做的去行的时候，他们离弃了上帝的话语，以至于他们自己陷入在灾祸当中。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仿佛想起了这位拯救他们祖先的上帝，于是在他们当中，那相信上帝的人求告主名，他们经历了得救，好像国中又太平了几年几十年。然而时代渐渐过去，下一代的人仍然不知道上帝，然后又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又在那当中招致灾祸苦难，呼求主名。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应许的不改变，他还是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得救之后呢，又再来一次离弃上帝。我们看见就是从这个不知道开始。然而面对这个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迦南教会50周年庆，我们邀请了历代的牧者，邀请他们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其中我印象很深刻，当时陈道雄牧师讲了一篇道，就是讲到了嘉美教宗，讲到了信仰前辈
将他们所经历上帝和上帝所行的一切事，告诉了这个后代的子孙，告诉了这个下一代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在讲一个神学生，他因着很紧张，在毕业讲道的时候要来讲道，他忘记了自己要说什么。于是啊，这个话很简短的哦，故事是这样，他问台下的人说，我今天要讲什么，你们知道吗？台下的人就回说，我们不知道。然后他自己就回应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没有要讲什么。然后他就下台了。结果啊，神学院的这个院长老师啊，当然是看不下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必讲这么简单，就这样过去啊，就叫他下个礼拜再讲。这神学生不是打混摸鱼哦，是因为他背稿背完，然后太紧张，面对台下压力太大，瞬间脑袋空白，结果第二个礼拜又再一次脑袋空白啊。诗歌唱完，起音结束之后，他要上台讲到，哇，他又忘记了，然后他就只好又在故技重施，跟下面的人说，我今天要讲什么，你们知道吗？台下的人就回应说，我们知道，因为上个礼拜讲我们不知道，他就下台了。哇，都还没开始讲就下台，所以他们这时候就说，我们知道。而台上这个神学生呢，就说，哇，那你们既然知道，我也不用讲了。哇，他又在下台了。哇，台下真的是一片傻眼啊。然后这个神学院的院长还是抓住他，怎么又来了一次？好好预备讲道啊，在讲什么？下礼拜再讲一次。在下一个礼拜他又上台了，这次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紧张信心满满。虽然台下两只眼睛都还是看着他哇，他又再问了一次，我今天要讲什么，你们知道吗？台下想说，上次才回应过，说知道也不行，说不知道也不行啊。那这样好了，我们分一半人啊，就通常中间走道嘛，走到右边的人就说知道，走到左边人就说不知道，所以一边人就说知道，然后另外一边说不知道。那这个台上神学生啊，他就是告诉他们说，好啊，既然你们知道，你们不知道，那知道人告诉不知道人，那我今天讲完了。神学院院长的反应竟然是，你这篇道讲得很好，知道要告诉不知道的人。我对陈道雄牧师那时候这样分享的时候印象好深刻他那边讲到底讲了什么，我真的可能都忘光了。可是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福音的佳美角中，知道的人要告诉不知道的人，特别要告诉下一代的人，告诉那一个属灵的儿子女儿，他不一定是年纪比较小，或者是辈分比较小，更多的是他是一个慕道友新朋友，他需要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这些佳美的脚踪。透过信仰前辈的提醒，我们领受，我们也成为别人信仰的前辈。然而这是一个很挑战的功课，每一个父母亲，每一个属灵的父母，每一个属灵的前辈，都需要被挑战，将我们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而这道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以至于我们领受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有盼望的生命。
约书亚离世，那个世代经历神迹奇事的人也离世。然而透过士师记，即使混乱，即使黑暗，上帝也透过这个世代告诉我们，在那黑暗，在那看似无路可走，看似许多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拯救没有离开。然而需要一群知道的人告诉一群不知道的人，并且这些知道的人要活出这真道，好叫上帝的话语临到每一个他所爱的儿女，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那真道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透过世世代代的信仰前辈，如今轮到我们了。我们是这个世代你所拣选差遣传福音的器皿，你的儿女。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管世代的黑暗，不管世代的混乱，更是在这当中，因着我们认识你，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主你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就是你的平安永远同在，来向世人分享。恳求你帮助我们刚强壮胆，如同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人一样，让我们定睛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愿上帝让你被他的灵感动，将你所知道的上帝的恩典告诉不知道的。我们明天见。